休息了一个晚上，我跟呱呱充饱电之后，又继续今天的行程喽。在前往下一站的路上，我跟呱呱远远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香气，让我们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的。妈妈，那边好香，我去看看。好，去看看。台哈贡哎，哇，好香哦，哎呦，在烤台哈贡哦。哇，我要抓看看。好，待会叫阿姨带我们去抓，好不好？你会抓吗？会啊。要吃到台哈贡，第一个步骤当然就是要跟着老板去抓台哈贡，而这也是我跟呱呱第一次抓龙虾。有没有看到了？亚了种台哈贡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？好多只虾，台哈贡哎，对不对？抓到好多只哦。对呀。看，好大只，对不对？大只，把它抓出来。我们要把小的丢进去，然后生态才会延续。哦，你知道吗？花莲受丰纯净的水资源，才可以孕育出这一大群的台哈贡。而趁着烤台哈贡的时间，老板说要教呱呱利用天然的蔬果汁来制作3色面疙瘩。而今天的午餐就得靠呱呱这个小小厨师了。你用手这样，你会？我知道。对对对，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对，这样就可以100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压这个100分。哦，好厉害哦！刚刚就工友很教我。卷哦，你看很卷。看呱呱做的有模有样，3两下就完成了一大盘面疙瘩。我们的走好累，都好洗哦。我想好，给你放，小心哦，不能太近哦。好，轻轻的，小心烫哦。好，一大锅的3色面疙瘩，光看就令人食指大动。而面煮好了，老板的台哈贡也上桌了，我们要开动喽！来，龙虾烤好啦！哇，你看，吃的龙虾哦。好，我来加一个进去。好，台哈贡暗火丝哦，你要不要吃吃看？来，台哈贡暗火丝，好高。宝贝，妈咪觉得3色面疙瘩好特别哦。妈咪，可是我喜欢吃台哈贡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台哈贡暗火丝。